一边是马桶，一边是淋浴区。如果你家也是这一种大户型布局淋浴房，可以这样选：中间隔断玻璃可以做成渐变玻璃，上部分是透明的，下部分是不透的，隐私通透感兼得。高度可以到顶，也可以不到顶，到顶会更加极简高级，但需要做天花吊顶的时候用钢筋、方管、木板加固，后期安装看不到导轨，视觉更加极简。预埋式安装，瓦工阶段嵌入型材，稳固又隐形，告别厚重的边框。地面在水电阶段做成无障碍排水式地面，这样进出不踢脚，不担心老人小孩滑倒摔跤等问题。标配 OPK 滑轮，推拉顺滑，关门自动吸附，再也不怕砰的一声吓醒家人。